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7月5号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新疆民族暴乱已经过去整整1年了，它留下的创伤仍然随处可见。尽管中国政府恩威并重，在严厉镇压疆独势力的同时，举全国之力扶植新疆经济，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民众中弥漫着不信任情绪，到处笼罩着紧张气氛。今天呢，我们邀请美国西东大学退休教授、中国民族政策专家杨丽宇博士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等问题。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我们讨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ussinwen@gmail.com。现场直播，即时扣印，现场他的手势，关注国际局势，掌握国内动态，电视广播同步播出，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全面、客观，把握时代脉搏。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节目的现场讨论。杨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新疆的民族暴乱呢，已经过去整整1年了。据绝大多数这个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报道，他们认为呢，现在新疆的居民生活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民族关系仍然非常紧张。我们知道杨教授您多年呢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我想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依您的观察，那么您看新疆的局势目前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您看，现在新疆的局势表面上是相当的平静，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但其实内部还是相当紧张。汉族跟维族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那么维族的人士啊，对于中共中央的政策还是相当的反感，因为这些政策不符合维族人的要求。我举几个例子。好的。比如说啊，维族他是少数民族，他觉得他们的在经济上仍是处于劣势。虽然有中产阶级的兴起了，究竟汉族跟维族在经济上的差距还是蛮大的，贫富的差距还是蛮大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虽然中共中央在新疆投资了很多资金、人力、物力，要改善新疆的经济，但是得利的人究竟还是少数，所谓中产阶级也是少数。那么很多平民仍然生活非常艰苦。此外，维吾尔族人希望的是真正的自治，不是形式的自治，不是表面的自治。中共的对新疆政策跟西藏政策没有两样，就是党治，一党专政。在新疆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当然是党书记。虽然这位新来的党书记从湖南调来的这个为党书记，虽然懂得怎么样推动经济，但是在政治上仍然是坚持党治，没有实行真正的自治。对于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宗教、自由、人权的尊重还是相当有限。有进步，但是根据我的一位学生最近从新疆回来，他认为有进步，但是进步还是非常有限。维族人还是相当反感。那么您的这位学生，刚才您提到这位学生呢，从新疆刚刚回来，您跟他交谈，那您一定得到许多关于新疆的第一手资料，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我想我们是电话，没有当面见面，电话交谈的他提出几个他个人的观察。
他说中共的政策，我特别关心是政策上的变化。他是认为中共的政策还是分而治之，分治啊，还是汉族中心主义，还是党治。他说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变化，是吧？那么在经济上是有所松动，这个他非常肯定啊。中共在新疆投资的资金简直不能够想象了，但是你看得出来，他还是相信镇压，他没有采取这种安抚啊、这种疏导啊这样的政策。他说乌鲁木齐装了这个4万个、5万个这个摄像机来监控啊，那么也增加了大量的武警。那我问他增加多少武警，他说有的说法是1万，有的说法是5000。不过他说你在街头上常常可以看见武警，还有很多便衣啊。所以中共对于这个新疆的局势是极力想加以控制但是他的心态还是要镇压，还是要分治，还是要党治，没有，基本上这个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那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新疆目前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局势居民生活恢复正常，但是呢，维汉两族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并且呢，一些紧张气氛呢，你在市面上可能随处可见。虽然呢，这个局势很紧张，但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这个海外媒体以及这个海外观察人士呢，大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说，局面虽然紧张，但是近期内再发生去年在新疆近期内再发生去年那样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的可能性恐怕也不大。那么您杨教授同意这种判断吗？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原因有2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中共现在有7·5事件的经验了，他知道怎么样应付危机，怎么样来控制这个局势。第二，在这1年来，中共的确做了很多事情，的确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让新疆的局势来稳定下来。所以我也不认为有大规模的冲突可能发生。至少他这个分治的这个政策相当成功，分而治之，是吧？而且我的学生说，好像有那种隔离政策一样。隔离政策一样。所以你说汉维大规模的冲突可能性大概不大。刚才您也提到，其实海外许多媒体呢，国际上的许多媒体呢也报道过，就是在7·5事件发生后的过去1年。这个中共当局呢，对新疆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撤换了新疆的党委第1书记王乐泉，原来是个比较僵硬的这样一个决策人。所以这个证明中共知道是有问题，要不然不会撤换的。是的，他做了20年的党委书记，20年的党的书记。撤换了他。另外呢，举全国之力，刚才我们谈到呢，大力支援新疆的经济，但是似乎这一切也没有能买到这个新疆维族人的人心。没错，因为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在新疆维族人是占多数的，所以多数维族人并没有受到经济发展的恩惠。有一些维族商人，有一些维族所谓中产阶级的确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还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因为这个你说1年来就能够改变这个贫富的差距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你几十年的政策都是这样子的。是的。现在中共至少他觉悟到了，他也认识到的问题所在了。所以呢，他现在在经济上是非常放松，极力鼓励经济发展。政治上我想是一步不让的。好的。这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是新疆民族骚乱1年之后看中国的民族政策。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西东大学退休教授杨丽宇博士。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sinwen@gmail.com。美国之音为您提供7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每周一到周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好的，杨教授，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哦，对不起啊，是湖南的湖南曾先生，请讲，请讲。是我吗？是您，请讲。啊，杨丽宇先生你好。好。我觉得这个新疆的问题啊，以及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和汉人的问题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应该用长久来说，应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否则的话，这个民主问题啊是难以解决的。这方面应该向美国学习啊，美国的民主成分是最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个民主的问题呢，这个不是汉人的问题，就是少数民族也存在这个问题。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也有少数民族他占到统治地位的时候呢，他对汉人呢也是采取种族歧视，也是采取这个暴力镇压，所以呢，这个是有双方都需要学习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族冲突。我的观点说完了，谢谢。好的，谢谢。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呢，主张民族问题呢，还是应该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您的观点？没错的，你我都是。在美国是少数民族，对不对？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被歧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人权、我们的财产都受到尊重啊，不因为我们是华裔而受到歧视。那中共的政策其实是最重要一点，中共是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不但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包括他们的人权，而且。需要民主化啊！前2天，这个达赖喇嘛发表一个重要谈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提出2点，他说中国现在需要推民主化跟法治化，是吧？中共现在对这2个概念还是抗拒的，所以在新疆并没有推动民主，他基本上还是党制，他也没有推动这个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对于人权、自由。法治这些概念呢，中共并没有强调甚至还加以镇压，所以很多维族人觉得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没有受到尊重。刚才这位湖南的先生讲的话，基本上我是同意的。好的，下一位是台北的陈先生，台北陈先生你好。好，你好。那个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取得新疆的那个主权历史其实并不久了，在汉朝时代基本上是松散的情况，一些西域的诸国嘛，这之间的那个的状况嘛。那真正是在清朝左宗棠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种下了种子了，所谓的汉魏关系，他那时候是所谓的那个平定新疆，实际上就是真正取得新疆的主权的，而且杀了不少人呐。那再加上1949年以来中共政权时代毛匪的时候进去的时候，他叫的王匪政，王政嘛，新疆王嘛，那时候也在毛泽东的那个也就批准，还有他的同意之下，也是铁腕统治嘛。实际上这些两者其实已经是很久的根源了。再加上现在新疆也是处于所谓世界上的不稳定的
弧形地带，就是从中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这个不稳定的弧形地带，那个常常有很多国际的争端啊，为了资源啊，还有等等原因的一些争端，所以也掺杂了国际上的因素。所以万一阿富汗一带不稳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其他地方，说不定也会那个波及新疆。再加上新疆人本身对中共的不满，所以新疆中共呢要真的稳定的永远控制新疆，恐怕很难呐、就是找哪一个引爆点啊，甚至跟内地的反共抗暴汉人的不满要真民主的力量合流的话，恐怕中国政权长治久安很难呐、谢谢。刚才台北这位陈先生呢，他是从历史的角度，他来分析了，就是新疆人心不稳，另外新疆民族矛盾的这个根源。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从古到今，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是大汉中心主义，以汉族为中心，其他的民族所谓就是化外之民。那么中国对这些所谓化外之民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向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尊重的，而且基本上采取镇压。刚才这位陈先生提到左宗棠，左宗棠在平定新疆的这个所谓回乱呢，杀了很多人，还有人说血流成河，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政策，从古到今一直是以所谓大汉中心主义，把这些少数民族当作化外之民，甚至当作彝族那么汉族呢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共基本上是承袭了这个从汉代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政策，大汉中心主义，再加上一个中共中心主义，然后对少数民族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而且中共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协助少数民族发展他们的经济，但是好像并没有得到这些少数民族的肯定。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少数民族觉得你没有推动民主，没有尊重我们的自由人权，只是希望用经济力量来安抚我们，这个就是中共跟少数民族基本上的冲突矛盾。下一位是浙江的刘先生，浙江刘先生你好。浙江的刘先生，浙江刘先生看来线路断了欢迎浙江的刘先生稍后再打回来。下一位是河北的关先生，河北关先生你好。河北的关先生，请讲。是3个问题。第一，我们这个所有现场的嘉宾持这个态度是偏见的。第二个，就是美国总统到中国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这个少数民族跟这个汉族也好，这个什么也好，这个冲突关系问题。第3点，就是这个嘉宾不能代表个人的意见，把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观点带入了美国民族的观点来分析。谢谢。好的，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或者观众呢，对您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您的评论？这很正常这我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的学者，我觉得我在美国受到尊重，但是呢，我并没有从汉族中心主义来看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希望我尽量能够客观，尽量能够理性务实的来看中国民族政策。本来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就是非常复杂，各种不同的看法都有。至于他刚才提到奥巴马总统，当然奥巴马总统除了接见了达赖喇嘛以外，并没有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发言很多，几乎都没有看见他对这个问题的发言。美国的政策很简单，美国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自由、人权，这个基本上是美国的政策。
好的，刚才呢，我们讨论了很多，就是有关呢，就是去年7·5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它的发生的这个当时形成这个7·5事件的这个许多这个前因后果。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7·5事件发生1年之后呢，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试图缓解新疆的矛盾。刚才我们提到恩威并重2个方面，一方面呢，采取高压镇压手段。来呢打击中国政府称之为的疆独势力，抓捕了许多呢这个被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疆独的恐怖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呢，刚才我们也提到撤换新疆领导层，同时这个做了许多经济方面的工作对新疆加大了经济支援的力度。那么您对中国政府在新疆7·5事件发生1年这个时间里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您的评价怎么样？我是对他在经济方面努力，我是高度评价。的确是投亮了中国中央政府在新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协助经济的发展。但政治上，我还是觉得中共中央的政策还是一成不变分而治之、镇压、恩威并施，而且有这种分化这种政策，我觉得把汉族跟维族分开来处理。对于维族，我认为中共中央还是基本上是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你就看得出来，这个重要的职位，在新疆的重要的职位，几乎全是中共的这个党的官员甚至连第2书记、第3书记，据我所找到的资料，好像也是汉人。所以对于维吾尔族人这种不信任，这种双方还有这个汉维之间的互信非常缺乏。这个是中共要努力的方向。好的，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湖南的曾先生。湖南曾先生你好。听到我说话吗？听到，请讲。是这样子的吧？首先第一点，我听了这个教授也聊的一些，就是说关于新疆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够否定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事情我是湖南长沙人，因为我是汉族人，我就知道一点，现在的社会是一点一点的好，但是我知道中共的腐败。怎么说个事情呢？我就说这个腐败的话，它指的一点是什么？对新疆、对西藏。其他的我远的我先不扯，新疆、西藏、内蒙，就是说一点这种所谓的这种少数民族这个边缘化的，就是说一点这个问题嘛，他们排斥它，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汉是属于主要，我们跟这些民族有文化上的差异，而且在素质上根本就跟不上。也许我在湖南长沙，我真的很能够体会一个事情我是很不喜欢新疆人的。为什么？新疆我不是说新疆汉人我是说维吾尔族的人，因为他们做贼小偷非常非常多，这是素质问题。当然你说是中共逼他们也好，但是说一个实话，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无法跟他们那个沟通沟通。中共他是无耻，中共但是他治国他非常有一套。你说中共怎么样去改变？包括刚才一位台北的先生说，新疆会怎么样打乱？不可能的。中共它最强的是什么？就是血腥镇压。你要推翻中共的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的。你美国难道会出兵打中国吗？不可能的，打不赢中国，打你不赢就原子弹。我不能够当政，就大家全部一起死。好的，谢谢。是这样子的。谢谢湖南的曾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你好，许波好，杨立宇教授好。你好。老朋友了，杨教授你好。我想谈2点看法。一个呢，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有个名人讲得好，我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有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这个我谈这个民族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像土耳其最近的吉尔吉斯坦都有这问题。你既然在一个中国呢，现在是56个民族，这成分也相当复杂的。再一个呢，这个东西部差距也相当大，尤其是经济方面。我看呢，这个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呢加大了这个对西部的投入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恩威并重我认为是相当也是很比较重要的。首先呢，要让这个民族区域呢发达起来。生活过得好了，所以这些矛盾呢，这冲突呢，可以就
有些可以消除。所以关键是把人的生活水平啊，这个经济水平提高。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如果凡是这个世界有个先例，凡是越贫穷的地方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你像这个胡图族啊，非洲地区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当地太穷了，老百姓难以为继。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发现了问题，加大了中西部的这个开发，弥补这个差距，啊，使民族地区的这个经济啊得到振兴。我说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好，我就谈这个。好的，湖南张先生，谢谢您的观点。湖南张先生提出呢，经济能够解决问题。他认为呢，这个新疆的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当地太贫困，而贫困呢是滋生不稳定、滋生不满甚至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这个说法没有错啊，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经济的改善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现在中共又提出一个新的政策，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开发大西北。这个未来10年呢，中共这个对于新疆西北啊，会投入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问题是，你经济的差距，当然会造成问题。但是现在新疆的经济是慢慢发展起来了。是很多人的经济生活都有所改善，但是维族人的经济水准距离汉人还是有一段距离，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维族人心里不平的，而且维族人自认为是在新疆他们是多数民族，汉人应该是少数民族啊。虽然在乌尔木齐是汉人已经超过了维吾尔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底层的人民，底层的维吾尔族人还是很怨恨，觉得他虽然很多有所谓中产阶级的开始兴起，但是他们的经济生活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改善，这个需要时间，这不是半年1年可以形成的，在我看来，恐怕至少需要5年。好的，这个开发大西北的这个战略规划，这个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线上，我希望呢，每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言的时候呢，尽量简短，给别人留下一点时间，好吧？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你好，请讲。我上述问题就是说要区分开什么是民族自治，什么是独立，这个不要混淆，这一个界限要搞清楚。第二呢，就是不要把责任呢推到某个人身上，以前说是热比亚，后来又说是王乐泉，其实各有各的责任，实际上并非新疆光是民族的问题，有许多是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影响下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刚才那位湖南先生说的也非常不客观，什么经济问题就决定一切了。谁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生活要比毛泽东时代好10000倍了，可是还有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说有些问题不光是经济的问题，深层次的社会体制呢需要中央来一个总的改革，只有是改革政治体制，所以说有些矛盾就可以随之而减少吧。谢谢。好的，下一位是浙江的刘先生，浙江刘先生你好。你好，请讲。我说那个就是新疆那个打砸享受时间那边，不管是跟那个就是共产党腐败也有原因的事情，不管是那什么这些都是跟那中共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好的。是腐败有些那个都是，不管是那个跟那湖南那这些人家到那个总分穷富什么，就是那个腐败就是官员勾结什么东西。也有关系这个事情。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浙江的刘先生。浙江刘先生谈到了腐败的问题。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你好。嘉宾你好，刚才谈到新疆问题1周年，那就是说干部问题就是可以说民族和汉族就是语言之间很难以沟通，特别经过近几年我国对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会有很大的倾斜。那就是说今天的嘉宾，我想问一下和主持人，你们为什么不把东突这些分子来请到直播间，让这些中国同胞有些向他们提一些问题或有一些质问？谢谢。刚才我们这位黑龙江的张先生提到呢，我们应该把东突厥的主张疆独的这样人士呢，也请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边，然后请他们也和中国大陆人士呢，进行一下沟通。其实我们也请过这个疆独方面的，就是主张新疆
真正自治或者是真正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疆独人士世界维吾尔族大会的代表也到过我们这个节目演播室，也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进行过这个交流和对话。刚才我们这3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分别我们接了3个电话，他们表达了个不太相同的这个观点。那个杨教授，请您综合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好吗？我好像那个河北有位先生，河北张先生，他提到这个中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所谓一党专政的问题。中共一党专政，在我看来是不可能改变的。从1949一直到今天。一党专政，中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所以你看，那吴邦国今年3月9号的谈话，我们坚持反对所谓三权分立等等所以不要说在新疆，在中共中央，在其他的省市，也没有真正的民主。虽然有民主的形式，虽然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政协，这些都是花瓶。人民代表绝对不是西方的所谓这些国会的议员等等等等那么，另外谈到中共本身的腐化问题，有一位先生也提到这个，在新疆，这个富有的商人跟中共官员的勾结、腐化。连在一起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今天我们还没有谈到，不过这位先生提到这个问题。是的。那权力导致腐化，因为中共掌握了政权，权力在他手上，有权力就有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今天新疆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些问题外，还有这个腐化的问题。这个腐化问题就是这些发财的少数的汉人汉族商人、维族商人跟中共官员的勾结，这个是经常有很多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好的，那么您刚才呢提到了这个民主问题，提到了这个廉政和腐败等跟新疆的这个局势等等有关的这些问题。可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刚才也打电话来呢，也不太赞同您的看法。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发电子邮件来呢，他对您很熟悉，他说以前听过您很多的这个节目，但是他对您今天这个发表的观点呢也不大赞同。他在电子邮件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杨教授是西方培养出来的学者，喜欢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问题，看西藏和看新疆。他说这样不可取。我是不是西方培养的学者？我是台湾成长的，我在台湾进大学上大学，然后到美国来留学，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在美国任教。当然，我承认我肯定西方的价值观。这个西方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很简单嘛，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我希望看见中国能够迈向民主化。我当然是从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中国，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专家，我也一直是希望很客观的来了解中国的问题，不但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等等，但是我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够100%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看中国。虽然我个人是非常肯定西方的价值观，那问题所在就是国情不同。中国今天的国情跟美国的国情究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希望我是尽量的客观来看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有其他的政治问题。好的，刚才呢我们谈到就是中国在7·5事件过后1周年之后呢，采取了2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方面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就是说呢经济上大力支援新疆，开发新疆经济，企图呢像湖北张先生那样的观点，就是企图呢用提高新疆人民生活水平这个办法来化解民族矛盾。但是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一手，那就是高压强制镇压这样的一手。就是说呢，据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他们公布的数据表明，就是说在新疆7·5事件之后呢，中共当局已经逮捕了1万多名维族人，有近30人被判处了死刑。最近英国的总部设在英国的这个国际人权团体叫大赦国际。大赦国际上个星期5
也发布报告，他呼吁呢，中国要对7·5事件进行重新的独立、公正、透明的这样一个调查。他认为呢，中国在7·5事件在处理7·5事件过程当中呢，可能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高压政策。很明显的，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所谓两手策略。经济上，正如刚才您讲到的大力支援新疆的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中共还是坚持他那一套。因为中共对民主这个概念呢，他不信任因为你要推动民主，你就要改变，甚至打倒一党专政。那中共是希望不单是一党专政，而且一党永远专政，永远实行党制。所以中共没有中共看见了经济问题，但是没有看见这个政治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去年7·5事件以后逮捕了这么多的我们没有可靠的数字维吾尔族世界大会的数字是不是正确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是逮捕了很多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头，也判了很多死刑等等。但这个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这就是我质疑的地方。好的，来继续接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河北赵先生你好。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请讲。我刚才听到湖南邓先生这个观点我挺赞成他的观点。另外呢，我认为中国这个维汉两族这个矛盾问题，首先是民主问题，也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这是爆发民族矛盾的这个原因。这个很多人也都持有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已经揭示了这维汉这个民族矛盾的本质了，而且应该说比较是成为一个共识性的这么一个观点。我愿意对这个中国这个矛盾做一下预测吧。就是说中国现在目前对新疆采取的政策恩威并重，虽然加大了很多投资改善那里的生活，但是我认为无助于改善这个地区的这个维汉两族这个关系，矛盾仍然会越来越激化。好的，浙江赵先生对新疆呢民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悲观的这个估计，您的看法？他代表一种看法，没错在短期内，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未来的3-5年，新疆的问题不可能有很快的解决办法。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正确的政策。经济先改善，政治要放松。你政治不放松，永远是采取这种镇压的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你需要去疏导，你需要去安抚，你需要去改善维族人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你要把维吾尔族人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民族，让他们能够做党委书记，让维族人是能够负责党务。因为你基本上现在中共还是实行党制。那维吾尔族人虽然做了这个自治区的主席，可是还是相当边缘化，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党委书记里面。好的，下一位，黑龙江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请讲。孙先生抓紧时间，看来孙先生线路已经断了希望您。下一位是江西的赵先生，大家好，就是我觉得维汉之间没有什么鸿沟，维汉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中共专制的受害者。还有一个是中共投资新疆，大力投资新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是个笑话。他已经从新疆那边那个石油天然气收刮很多那些财富出来了，但他原本应该是新疆人民的，就是我觉得这说大力投资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幼稚和笑话。好的。江西的赵先生，谢谢你。江西的这个赵先生呢，他显然是一位汉族人，但是他的观点可能代表了许多新疆维族人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对新疆的这个经济掠夺的这个问题。是有掠夺的现象，中共开发大西北，开发新疆，当然是非常重视新疆的能源、石油等等。但是这位先生
这位江西的先生，我也是江西人，你也江西人，我祖先是江西人，说是中共在新疆投资了大量的财力，他认为是笑话，这个我觉得不是很正确。中共在新疆的确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个不但是中共的官方的说法，那么西方的媒体也有类似的报道。因为新疆的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旁边就是这个中亚西亚，中亚西亚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那么中国对于这些要求自治、要求真正自治的这种呼声呢，中共把它当成一种分裂主义。因为中共害怕这种要求自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就会造成在中国在新疆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看来呢，新疆的地理位置这个重要性决定了中共对它的重视，战略地位很重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美国西东大学退休教授杨利宇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